第二届来台湾访问 AIT 主席罗森伯格，今仔早起去立法院拜会院长尤锡坤，甲各党团的代表。外界嘛正关心讲罗森伯格即阵来台湾，什么时阵会甲各定名的总统参选人见面？ 两个月来第一摆来台访问的 AIT 主席罗森伯格，这摆重点是代表美方甲各党总统参选人交流对话，切先到立院拜会院长尤锡坤甲各党团代表闭门会谈。Hi, madam. How's the meeting? 面对提问，王笑笑无回应。暗过一定一摆访问台湾，已经见过民进党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也伫民进党参选人郭文泰访问美国期间见面。大家关心甲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见面的时间。我的理解一定会对。 3个候选人进行非常好的沟通，我的理解已经在安排了，没有所谓相对不熟。那我相信他来这边应该是会收获满满，也让美国更加了解台湾相关总统候选人很多的公共政策以及外交国防议题的看法。罗森伯格到台湾的时阵就表示，美国未伫台湾大选当中选边，也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选举。伊控制说，无论是倒一位候选人当选，美国拢会继续甲台湾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